喂牛鱼到拿卡花。台湾自早就有牛鱼这个物件，这甲华语的市集差不多，就是伫定着某一时日，各种贩仔集合伫一所在，结市做生意，讲号做富墟。牛墟就是买卖牛的所在，其他买卖做餐家私的贩仔嘛会伫遮摆摊，亲像牛担、犁、背等等。现时农经机械化，牛墟自然就消失去。10多年前，我去高雄教台湾话，学生讲公山有一种箩筐货，毋知咱的话安怎讲。我转来查网络，亲像牛墟的款式，确实的本土名我嘛毋知。有一天，我照网络所写的日子，落南去参观。虽然无牛的买卖，毋过有卖牛担、猪头、顶篮等等。有影是牛墟无毋对，我看到竹箍雕弯的牛担，亲像见到老朋友共款，就甲买3副转来。佮问人讲这是啥物活动？伊讲这是拿卡会。哦，我知，我对箩筐会去溪口就知。本来拿就是喙大大、腹肚大大。卡是喙细细、腹肚大大。现时生活中有鱼卡、茶卡等，鱼卡底活鱼，惊伊跳出来，所以喙细细。茶菜蓬蓬松松，惊伊会跳出来，所以茶卡喙嘛是细细。满地姑娘摇倒下的，就是茶卡。有时咱若好运，就会听着伊安尼在唱：含笑过豆芳金蕉，手赶茶卡满地叶。惊爸惊母毋敢叫，家己苦家化目叶。搁来讲牛担，顶港的牛担是茶去烤写。2支圆茶斗做一副，制作牛担叫做太牛担。下港的牛担是竹箍去雕的，竹仔自出世就甲雕互弯，雕做牛担的形。莫怪有一句七字仔安尼讲：饲囝亲像担重担，教囝亲像雕牛担。有一副竹仔牛担。我才知影，这句七字仔言之有理。我甲3副下港牛担，甲2副顶港牛担绑做一竿，吊伫壁顶。见摆看到，拢会想起古早，想起现在，想起牛墟，想起拿卡花。作者屈文石。